等上头来看高雄林园湿地公园的生态丰富，其中上出名的就是倒头海体。往年热天才会出现9万只海体，不过今年因为气候影响，公园欠水，海体无法度生碳，数量已经剩无100只。后边有真侪新闻，家己去看，最内底出现一只倒头海体，就伫石头顶歇困。伊是林园那马地公园的名册动物，不过天气已经转凉啊，只煞干那有细只海体。原来今年受到大涝影响，地数海体才无100只，有民众专工来公园要看海体，煞拢看无。来遮看的时阵，伊是迄种完全是透明的，迄种叫做应该是海月水母吧。啊，我是伫迄个遐看到的，伫迄个水流遐，啊，水是足清的，是无，所以爱听迄阿伯讲的，对，等春天的时阵，咱的年过了，天气较好的时阵较来吧。过去林园那马地公园因为生态丰富，每年拢出现1万只海体。因为公园是引入渔温爱废水，不过今年8月拄着大涝，公园的排水口拢互土沙塌掉，民众乌开排水，煞想袂到公园的水全部流了。地数那马地有2礼拜无水，海体嘛无法度生碳。啊，因为今年就受到这个环境的问题嘛，所以即摆水内底遐无遐个水势啊。啊，你着搁等甲伊定抽到有一个数量了后，所以阮咧看是按差不多明年3月迄阵，应该有机会，迄个数量较有机会起来啊。李署长表示，今年嘛2个月一直到11月才发现倒头海体，连数量嘛是这几冬上少一年。除了受到气候影响，水质嘛真重要。等待未来水质稳定了后，气温嘛较寒，按说明年3月就会出现大量的海体。记者钟宇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